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基本嘅福喜乐类嘅节目。好，你下咧要动到嘅手工艺品哦，就有一种嘅手工艺品咧，你一看到性情什么非常嘅好，因为佢动电影相，你会想讲哇，啲东西係用板做嘅咧，佢係嘛嘅是當細輕嘅羊奶做出來嘅東西，大家聽從有看過吼。你下談咗邊，佢係嘛嘅東西咧？等下是啲大家來分享你今屆裏邊其實係你嘅親切分享。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杰，很高興今天可以來到這裡。哇，歡迎歡迎，謝謝。哇，今天呢，邀請一來到節目地圖，就是要介紹你從你手裡面一個一個這個很精細走出來的，我們說那種袖珍黏土，對不對？誰興感樣奶？不過一開始先讓大家小改一下，所以你是客家人，從某哈港。是，那就是我的外婆那邊都是客家人，所以就從小聽到大。就媽媽是哈港人這樣子，對，然後是住在傣都信鳳，信鳳，信鳳，然後外婆是住在也是一樣，一樣對不對？同個地區。OK， 所以你從誰可能冇乜嘅講，唔過要談到冇哈港人講客家話。是大概80%可以，但不能對話，這樣有點難過。我有問那個小杰講，耶，不哈多大係講回流腔然係西蘭腔，然後基本講哇，好像都混合。對，所以走得堂都西安腔，也走得堂都回流腔。對，所以兩種都走得堂。对，就是兩種大概都是聽得出來，但都知道意思是什麼。真的都有意思哈，所以你可能等於是都冇哈，所以躺頭東都改客家法，所以提起白類都客家填詞，然後這樣談客家法風母，會不會覺得有點？不會，我覺得不會，還可以，還行。對，動長。我覺得其實大家可能唔啲哦，用主持客家嘅節目，上次用客家法來訪問，裏邊談客家法，咁個裏邊係講啲翻譯嘅世界，其實我們還是要花一點力氣去調適之間的這種，不是用同一種語言溝通，就是跟觀眾朋友講一下。不過我們就會很努力，動什麼盡量來講客家法，讓大家都了解。一開始咧紹介嘅時候，基本大家嘅作品，我覺得先很認真的先介紹一下桌上的作品。你看在我前面這一個，對不對？哈，這個因為訪問你的時候是冬天，對不對？浪鐵，寶翠是也浪鐵。不過因為冬天就很想吃東西，所以你帶來一堆食物，一口也是就很想吃謝謝。對，而且這又是客家菜。對我來講啊，一口也是一開始第一眼看到的就是那個客家嘅漢板然，是鹹湯圓，你就會開始覺得哇，我好想吃，肚子開始變得很餓。好，我覺得嚴格講起來，這個看起來非常的療癒，要不要好好介紹一下你倆的作品？好，就是因為我自己本身也是客家人，所以我在客家的料理上，我就會覺得說，我用我以前小時候的回憶，然後以前我的外婆煮了什麼東西給我吃，所以我就是會把它做出來，然後當做我的回憶作品，所以就會有鹹湯圓，像是有冬至的時候，我的外婆就會做鹹湯圓，一定都會自己做，對，沒錯，對，而且都是鹹的，比較不會做甜的，對，所以就是把鹹湯圓做出來。那像豬腳飯的話，就是我外婆很愛做豬腳，我也只敢吃她做的。為什麼？就是不知道為什麼，就是外婆的滋味做出來的滋味就特別好吃。他剛剛都沒幾個就是滷豬腳，豬腳，對，就豬腳，對。但是不知道外面吃起來的那個感覺，還是跟客家人吃的那個味道有點不太一樣。對，所以我每次想要豬腳就會想到我外婆，所以一定要把它做出來。對 ，OK， 這有豬腳，所以還有孔妞，從後面那個算看起來像是孔妞一堆一堆的孔妞。對，所以阿婆也會滷控肉。會，她就是很厲害，就是很正統客家人，很會滷這一些很多的客家料理，或是像客家小炒啊，都會做。對，阿婆真的很強。那你有還吃過阿婆什麼？你有吃過她的豬蔥炒薑絲嗎？有。那你下次會做薑絲大腸？我覺得袖珍黏土嗎？對，我下次想說努力的，就是如果我外婆還有在做的話，把它拍成一個照片，我應該看着照片，對，再做試試看這樣。我覺得今天我好像在考那個小杰啊，摸一下。你還吃過阿婆做過什麼客家菜？阿婆客家菜，剛還有講到客家炒肉嘛，對，豬腳啊、孔肉啊，對，漢板然，對，豬蔥炒薑絲，對，你還有吃過他什麼客家菜？客家，他一定有白斬雞吧？
就是白斩鸡我们会直接去市场买，可是我知道小时候听我妈妈讲啊，她就会真的是去买鸡回家，然后就还会沾那个鸡酱。你们家会吗？但是虽然后期就是因为年纪大了，所以就是外面买，但是我们家都很爱吃鸡酱啊，是还是会吃鸡酱，很爱吃很爱吃。因为你要是因为台家可能好熟都改客家料理哦。其实客家料理应带起来安用啦，还有像是什么甜汤盐也算。对，没错，真的哈，你看你还是给我们带来，可能非常可以等一下。你要不要跟大家介绍一下这是怎么做的？其实它有什么样的材料啊、工具供体了都有。没问题，就是它其实是树脂粘土的一种，但是树脂其实它应该就是说它延展性非常好，所以我们在塑形的时候比较方便，就不会像外面卖一些纸粘土啊，很容易就断掉。那它染色的部分，其实我们就是加一些颜料进去，虽然只是加颜料，我们外面呢还会有一层一层在上色，看起来才会比较油滋滋亮亮的。对，所以我们一层一层上色，就是其实才是它最困难的地方。颜色从毛，因为对俺来讲，可能你要带了个东西，这个颜色真的非常像真实的食物。对，所以这个颜色的调配跟颜色的上色，就是完全对它就是需要精工，然后琢磨它，就是对每看一个东西，可能里面虽然这样外表看不出来，但是其实里面可能已经有4、5层颜色是堆叠上去的。因为刚才讲烧家鸡改带了一改。料菜，其实有一家菜没讲到，就是前面有个菜包。对，客家一定要吃菜包。客家听说是菜包，不过可能大家你按了解，南部没有真的吗？对，你是不是也不知道？我不知道对，因为台家讲到菜包，所以台家会觉得好像是那个面粉走改包子，其实是里面是包那个生萝卜丝，去蒸的大颗的这个菜包，对不对？其实是北埔跟客家人啊，像新竹这边也是算是很独有，可是不一定在南埔有些安用改菜包。所以是完全不一样的。所以其实讲到聊台家是会提到，为什么你要特别以食物？作为你的这个，其实你可以做很多，你可以做房子，对，举例，你可以做车子，可是它为什么会特别用去改东西来走应该主题？其实食物有蛮多原因的，其中一个原因其实就我自己小鸟胃啦。然后我觉得，对，我觉得生在台湾不能吃真的是太可惜了。对，就是吃不了那么多。那我觉得既然想要吃，但又不能这样子吃进肚子里的话，那我人生第一次听到人家跟我说，我小鸟胃很可惜耶，总得洗抖动都改东西。对，吃是很美好的事情，像我就是算大胃王。昨天讲很大胃王，所以它是小鸟胃，对，所以你只要吃一点点就饱了，就真的，所以你就觉得做这个小小就可以满足了。对，我就眼睛就是满足我的欲望，这样是可以的。怎么那么幸福？OK， 所以这是小鸟胃是你的第一个原因。对，那我觉得就像主持人刚刚说，像我们觉得看到食物，它就是一种疗愈的感觉。对，所以我觉得做食物当中，我就会一直感受到很疗愈的心情。你不会越做越饿吗？晚上不能做，就是宵夜的时间千万不要这样子。对。好，是不是另外一个原因也是因为可以，就像你刚刚讲，让阿婆改吹走它都也是一种记忆的留念，很安公吗？对，像因为每到就是冬天，就像前面说，我的外婆啊都会去煮咸汤鱼给我们吃，对我就会把它做出来。那像是我跟我妈妈就感情很好，所以我们都会去咖啡厅。那对，所以我也会做蛮多是类似蛋糕类的或面包类的食物。其实就是让妈妈洗狗改东西你就把照片拍下来，你就可以做。对，好棒哦。对，就把这个回忆继续的流传下去。对，其实呢，小杰给作品非常改多，我们带起来安用你，所以小杰基本也带了非常多改相片，已经带了很多你作品的照片，对吗？对，没错。所以我们可以从下来看他基本带来的这些照片。其实食物之外，还有像你刚刚说蛋糕，对不对？对，没错。还有什么是你很喜欢的作品？我其实是淀粉控啦，虽然不太能吃，但又是淀粉控，所以我很多是面包类型的。所以台概俩可能有披萨，对，披萨也是你会喜欢做的一个类型，对不对？对，也是要吃又灌黑。对，因为披萨，因为这个是汉堡，对，汉堡，哇，是的，是，所以这个哇，这个真的都是面包对，因为我超爱吃面包，这个面包看起来真的很像真的，我觉得这种东西是这样拍，如果你把它。这个一看起来，如果你不要告诉大家红豆饼，对，没错。莫拉台嘎公鸡很袖珍粘土，你这样光看照片，你会以为是真的。
对，就是如果说没有看到它小小的，它假的，就是如果你远看其实是真的，你看照片就会觉得这是是一个真的，而且工非常的细，费松该油。是哇，这个眼力要很好，红豆面包。对对对，红豆面包也是我意外的热销款。是热销款。对对对。OK， 众多就是朋友会喜欢买的一个东西。对，没错。这个是挂包。挂包对。哈，啲不都美很，大家有看到香脆，然后孔用两条东西。对，加了很多花生粉。对。而且大家走在走，顺便有可能在动台改夹的，就是那个夹子，就会知道这是一个比对。对，没错。所以我们今天现场其实你也带了一个很可爱的东西。对，是的。对。所以要来体验试试看。你前面也有一个，对不对？对，没错没错。哎，台尬口一下，这个就是给不先打了一个像算是半成品。对，半成品。那我们就可以来用这个粘土、奶油土把它挤上去，我们就可以把它粘上。我跟你讲，我觉得我的手真的太大了，你要不要先示范一下？你也把你的那个拿到你的手上来。所以这个要眼力很好。所以用亲朋友走疗，我觉得除了疗愈之外，如果有老花眼，可能蛮辛苦的，要先戴老花眼镜。对，但是还蛮有耐心的，蛮有耐心。所以我们的第一个步骤要先把这个是粘土，这算是粘胶。对，它是奶油土，但是它本身就有粘性。那我们就用力的去挤出它，然后挤出土就可以了。嘿，这太困难了，我觉得一定可以。我觉得导播你只要 take 那个小杰的就好了，千万不要看我的。所以我只要挤在中间一个喜欢的形状就可以了，对不对？加油加油，可以的可以的。哎，你真的是一个很好的老师哎，因为你还蛮走，其实走来。有了，加油加油！哎，你真的很感人呢，真的可以呀，可以，很棒。是的，可以压一下啊，这就是一个双起灵啊！对，压一下，哒哒，是可以的。对，所以之后你还可以就装一点装饰品在上面。我们可以用什么装饰品？就是例如，你今天很贴心哎，你有帮我准备很多的东西。对，好，我跟你说，我知道这个是蓝莓。是的。所以这个是蓝莓，所以其实是可以把蓝莓放上去。没错，我可以放我喜欢的位置吗？可以，完全就是任大家喜欢的位置都可以。随意的，对，它就可以贴起来喽。看不到，哎，我要转个弯，抱歉，你看我技术不是很好。你看，这有看到蓝莓吗？有看到？看不见，我再来一个，我放一个大一点的。可以的。这个是草莓，对不对？是的。老师，请问一下，草莓要放在什么样的形状？其实，草莓其实放在正中间是最好看的。哦。对，如果有一点微微倾的，它也是有它特别的感觉。可以。等一下，我做的很失败。可以。这样有没有好一点？可以，很棒。怎么样？这样可以吗？这样有没有好一点？你看，有啦，可以的。我跟你讲，不要对我太大要求，这是我生命当中的第一个袖珍粘土的作品。我跟你说，很优秀了，真的，相信我教了很多学生。我跟你讲，真的很鼓励。我跟你讲，这就是艺术品了。大家看一下，手不能抖，手总没得拆，你总没得拆。这个是巧克力脆片，对不对？对，没错。好，我一定要放一下，这样可以吗？我觉得这样很好。可以吧？你们不要对我太不要对我太挑剔，我觉得已经很好了，我觉得非常的好。哎，所以用亲朋友大家先聊下，哎，你款性上去走，哎，跟我做的会有什么不一样？因为买个 mochi， 这个是我做的，这个是草莓蛋糕。聊一下，恁杯茶，做在款性上走一弄啊，因为买个 mochi， 哎，你等下转来。东方宇宙的邀请到小杰来到节目地图了，他讲了小改改作品，就是小型的这个那个水晶改娘奶就袖珍粘土，对不对？哎，我刚才做的这个，大家看一下这个，很优秀。你讲草莓盖轮狗怎么办？我做完之后信心大增呢，很棒，是非常棒。因为我自己觉得透过讲台，我这个草莓蛋糕看起来很好吃，我觉得其实。再加上性上动为骨龄音，我觉得其实除了疗愈之外，
也没有想象中的这么害怕，这么难。真的，其实很多东西实际上去操作之后，你才会知道说，其实没有想象中那么可怕。对，不过因为应该走的黑水给大概普分那个蛋糕体式性上走后改，我其实只是把草莓跟巧克力跟蓝莓表送给婷婷，所以我觉得很疗愈耶，真的很棒。而且透过给我讲的，真的好想吃它哦。有，真的晚上不能，真的对不对？哦，所以我们共同按到几个作品狗，我想问一下，为什么当时你会想要做这个？做袖珍黏土，其实我很多东西我都有尝试过。那我其中一个原因就是我手没什么力气的，我力气很小这样子，所以像是金工啊、木工那一类，我就真的没有办法。然后因为那个木头一拿起来手就酸了。对，我就是觉得天哪，怎么会这么重？我就不想接触这样。对，那真的是碰到袖珍黏土之后，我就觉得说，它蛮轻松的啊。对我来讲，就是好像跟我的个性跟我的体力蛮符合的。对，你真的很可爱，动等一下，力气很小，然后胃很小。很好养，很好养，然后做很小的这种看起来很精密的这种东西，两种的东西，其实是不是也因为做这样的东西，也让你经历了你生命中的一些低潮期？对，因为其实当初我也不是说一开始就学袖珍黏土的，对。然后那个时候我也是因为转职，就是刚好离职，然后我就是年轻的时候呢，也是跟你现在很年轻啊，你现在也没有看起来而已，对。那其实就是那个时候就是也有分手，然后失恋，然后就觉得说哇，全部挤在一起，对，全部挤在一起，我觉得真的是人生好难过这样子。那我就觉得说，好吧，既然我这么喜欢手工艺，我又觉得有点人生黑暗期，我就干脆去学一个我很想学的东西，然后带我去走过这个低潮期。那我刚好就碰到袖珍黏土，没想到一试就成主顾，然后把所以我现在很感谢那个失恋跟失业的老板跟男朋友们。真的吗？对。OK， 是我谢谢这个放弃的一段感情的男友，是不是 ？OK， 所以现在已经完全走过那个低潮期，这个带给你很大的疗愈，这样。对，所以我就觉得，透过这样子，其实有时候当下看起来是低潮，然后没想到又有一个新的世界，真的，对不对？好险那个低潮，所以才开创了这个事业，对不对？对，没错。一开始的工作是跟这完全没有关系。没有关系，因为其实我原本是日文系毕业的，所以教日文。我其实都在日商工作这落差很大。对，所以完全跟这个都没有任何关系。对。那我自己在创业的时候，其实也有一些小小的低潮啦，就是说，因为我们都不是本科出身的，所以我们要怎么样去发想这些创意啊？不像美术系这样子，很多可以发想的个性，或者是很多联想性，所以在这个上面也是下了很多的功夫，这样。所以你可能一开始啊，某一度你送公司来送办哈，结果今天完全你现在要完全全职做这个了。我要明年2月就是正式全职。好，那恭喜，谢，太棒了，对，这是需要很大的勇气耶。有，我其实也是心理建设建了很久，是因为创业是很困难的事情，对，真的，大家都把它想得很没有想得很简单，没有想象中那么简单。要不要分享一下有多困难？其实，在创业的路程当中，前面讲说我不是相关科系的，这个要发挥创意其实就有难度。对，那再来可能就是也不是学商业的，我个性很内向，所以又要到很多人面前去推销自己啊，要做行销，然后如何去招生，其实对如果是内向的人来讲，它又是一大挑战。对，那我问一个比较尖锐的问题，就是说，事实上做这种东西的人蛮多的，对不对？一定会遇到同业竞争，对。然后你又不是一个师从你讲的，你系学美术嘅，你系一改学日文读，你送公司送办感应，你哋还完全会做两件事情，其实动竞争，对，你觉得而且你明年2月要完全变成全职的一个老板。你觉得你的作品跟别人比起来，你最大的竞争力在哪里？其实我觉得，因为这就是创业里面最需要的，对吧？没错。应该是说，其实能力技巧，其实人人都学得起来。可是我们到底可以给
我们的客人、我们的受众到底他们可以给他们什么样子的东西。所以我这一路上，因为经过很多不一样，就是我是一个素人嘛，所以我很了解素人，他今天也想要走手工艺事业，对，也想要尝试看怎么样去跑市集啦，然后创立一间属于自己的工作室。我觉得我以素人的这个角色可以去帮助他们。哇，我觉得这个答案真的很棒哎，因为台盖为熊嘛，黑公你单纯是以作品来做竞争，也许别人卖的东西也会说 OK， 你做了一个烤 K 里改盖人购，我也可以做一个烤 K 里改盖人购。你真的要做猪脚饭，我也可以做猪脚饭。对，那我的精工也可以很细腻，他也可以做得很细腻。买你的还是买我的？不过对你来讲，几改经营几改事呀，但讲还作品听听，汉考从哪来是？你觉得我可以陪伴你？对，或者是你也想创业，或者是我们可以怎么样彼此沟通跟彼此疗愈，对不对？所以才会有不同一样东西。所以你是不是还有一个叫做职场的疗愈术分享是吗？是，其实我比较这很特别，对，因为我比较心灵类，所以我觉得在做这些事业上面，我相信喜欢学手作的人，应该是很多人都喜欢疗愈的。疗愈，对，所以不管是一般我们做手作的疗愈方面，或者是创业过程当中，好心情上的情绪起伏是更需要是做一个疗愈，所以我都是用比较可以让他们放松、心情比较舒缓的方式去教导他们。那我可以具体的问一下，那个具体的内容是什么？课程是什么？是，比如说你是开课，对，你也可以在口仓老皮都狗，然后你这具体上是怎么做？我具体的话，我其实都是做线上教学。对，那线上教学我都会包含一整套的，除了教你做手作之外，我会教你怎么样去做斜杠的人生啦，或者是说你们情绪上有任何问题，我们可以用什么样子的方式去抒发、去抒压。对，是一套的课程这样子。哇，所以你自己会分享，你就像是那个讲师。对，没错。谢谢。难怪你可以好好的全职做这个，因为这个真的是非常的有竞争力，因为这跟别人只做作品是完全没有容改。是先等一下可以好好介绍一下线上课程，先讲一下。所以你现在也到学校教课？对，我有进大学，然后我也有进过国中里面去教过课程。就是学校的里面的一些手作的课程。对，因为以前我那个念书的时代，我们还会有家政课啊，对，木工艺课，是，对。所以你是类似这样的口仓告好上呢，对不对？对，就是可能刚好美术老师需要一节课，然后他需要我们进去这样子。对，美术老师很爱你吧？他今天有人可以教小朋友，他应该会蛮开心的。对，好像是不是有在投燃改呛烟事务局？对，我是刚好也是明年度也很荣幸也入选了这样子。那我就是配合桃园青年局，然后有做一些活动，然后在他们有一个青创基地里面也会教课这样子。好，所以这个是一个实体的课程，对不对？所以转到该下讲的改线上课程，所以你的线上课程就是会有影像，对，没错，是付费的线上课程，对不对？然后我们就是比如说可能找你有自己的粉丝专业从对就可以有线上课程，是，然后就可以有付费线上课程，然后台教师者在考一个两篇，对，好戏。对，没错。然后他就可以在需要一些创业的路程，我就是也是会拍成影片，然后一些简报分享给大家，还有心情上的。对，那如果是线上课程的话，你会他们是不是要先买材料包？我会把材料包直接寄到他们家这样子，完全不用动。对。OK， 所以可以问一下吗？现在线上课程有没有很热门？其实现在课程就是我第一期的时候还不错，然后就是有几位学生来参加，然后我收到一些成品照片，我都觉得大家真的都做得很棒，就很开心。还会有成品照片跟你回馈？对，我就想说哇，我真的是太开心了，身为老师非常开心。老师，请问一下，线上课程会有像草莓蛋糕那个吗？有都有，然后我是从0到1完全把它教到会。因为刚才来做改时间，线上已经弄来做好，在盖人够改性体嘞，所以讲你系一家类报名应该线上改口仓，事实上是从0开始。还有动到精彩的故事大家先聊下，你等下怎来讲。
等下贴灯音虾嘞，这个是过年才会吃的东西，对吧？好可爱！哎，你讲声音通了，哎，你改寸枣什么？哇，这也是你做的对吧？对，当然啦、是是本人。这个是过年一定要吃的一种朗达啊。对，没错。你们家过年也一定会吃吧？有，像我爸爸很爱吃，就是寸枣啊、生仁糖啊，就是一定要，一定要，对，一定要。而且我觉得华人的过年很有意思哎，其实。它就是一个很动点蛋改朗达的，可是你过年改走当听出来摆样东西，刚才头个讲头了款，所以就觉得哦肚子饿了，好过年真的要到了。可是你看哦，现在整个看我放在手上，它这么小。真的很小，所以你的眼力要非常改好。应该讲到俩嘞，大家是不是想说，那这个可以做吗？可以做，这个就是材料包。没错没错。所以你要不要介绍一下？我们会有这些系列。好，没问题。这其实是我新年要推出的一个材料包，就抢先曝光这样子。对。然后因为它其实不难，还蛮简单的，所以我相信很多的新手其实都可以从这个新年材料包开始，一个美好的一年开始这样。我想问一下，材料包就只有一个这样的，还是说你改吹料包地图就冻豆种？它其实我材料包还蛮多种的，像这边前面的这一个，就是我有常态性都是会做这个，这是大人小朋友都可以做的。对，就是猫咪还猫鸟，对，那是一个猫掌的一个马卡龙，就是小疗愈用的，然后其实小朋友其实都 OK 这样子。对，那我后面其实还有一些像是松饼类的啦，或者是我在各大节庆也会推一些小型材料包。OK， 所以你会针对除了你下台架款都盖好冲台盖是很疗愈的鸟儿，我觉得猫掌真的太疗愈了。的马卡龙还会针对某种改节庆，因为推出某种改材料包，比如讲千亿给你讲狗腿盖。Christmas， 没错，所以你就会有 Christmas 的材料包出来。你还抢先曝光的是，你因为你必须会狗烟嘞，所以你是不是有狗烟盖、安用盖材料包，对不对？对，没错。哇，我太喜欢了，谢谢。我想问一下哦，因为。这种东西做了之后，你当然可以成为一个装饰品。对。然后看的时候，大家非常的喜欢。是。可是我们也会推商品嘛，对不对？哇，这个商品，这个我等一下好好来聊一下。我们先问一下哈。没问题。其实你拿到这个材料包，是做完之后，它就是可以保存多久？它就是一直这样。它就可以一直这样。永久就是一辈子都可以。对。可是老师的材料包里面就是会有你一开始节目少改一些那个树脂。对。那树脂要如何保存？如果我没做完的话，树脂保存其实它真的很简单，它就是把它包在保鲜膜里面，然后呢，它就是再加上夹链袋，把它密封起来，其实这样子就可以做保存。对，所以它其实保存方法很简单。如果再担心一点，就是再加保鲜盒。它其实2-3个月到半年都没有问题。OK， 所以讲我哋到线上卖用个材料包，可是我突然觉得很忙，没时间走，我就好好的把它用保鲜膜包起来。不用到保鲜盒里地毒，我可以不用3张也到半年，所以在3个月到半年之间让你走后是走的嘞。对，没错。如果3个月到半年之间还没有做的话，我觉得你就掌握卖一包性感材料包，没错，再跟我买一包这样子是走的嘞哈。所以大家是为第其实也不是阿里安泰，所以我买了那个么两边做朋友嘅晒从么但像安用其实你有看到除了节庆会出比如讲圣诞节有圣诞节嘅材料包，过年有过年嘅材料包，其实你还有客制化的内容。对，没错，就是除了材料包以外啦，然后我还有做一些跟我定制的一些客制品，有没有比较特别的客制订单？其实我前一阵子应该是算上周，然后就收到了一个很特别的客制订单，他就说他其实是一个面包师傅。那他来我们那个中原基地去逛街的时候，他就看到我做了一个面包的戒指，然后跟他女朋友在逛街，就觉得说还蛮漂亮，还试戴了一下，觉得很棒。然后后来他就，你是说用这个材料做的戒指？对，没错。然后他就觉得说，这个东西很不错，他就偷偷的私讯我粉专，然后其实就是在明天啦，就是跨年那一天，他说请你帮我客制一个戒指，他想要跟他女朋友求婚这样子。好浪漫哦。对，所以一定要接这个订单。对。那等一下他会给你戒指的造型吗？还是由你这边起价来重做？
他有跟我就是order说，可不可以帮他做成像芋泥口味的？然后他就是因为他其实本身就是面包师傅，对，所以才有特别的意义在这样子。哇哦，我觉得你要把那个就是他如果最后很多的照片，我觉得你要跟他收集一下那个照片，因为那是一个对你来讲是一家金鸡改制作，不过对你来讲可能是他生命当中非常重要的一个大事，一个 moment 那个时刻，没错，所以是一个。用亲朋友你台大可能没看过芋泥口味的求婚券，对，可能就是与你相遇啊之类的含义这样子。对，我懂了，芋泥，所以与你相遇，没错。哇，你要不要想一个以后也跟客家有关客家法谐音有关的？对，我现在还想不到，我们可以有奖征答一下，对，看我们的这一集播出来，时节对你。福喜来来改免诉当天，我觉得我们可以帮忙想一下，让客家法又冠黑个。你看芋泥与你相遇，客家法有什么呢？台家熊可能哈，对，我觉得下次你可以推出一个客家系列，真的，一定要客家套组，对，客家套组，对，回家研究一下。没错，因为搞诺利亚我就很兴奋想要介绍商品，因为我们必须要说，我觉得你真的可以成为一个，我觉得你这个创业很棒，而且我觉得会成功，我真的这么觉得，因为你带讲可以走。我们可以看得到很疗愈。你还有课程，对，来告你有你走，然后我还有心灵课程，对，我又去学校教课，很疗愈。你更有竞争力的，你还有客家系列，对，然后我们现在又做了客家谐音，快要发展了，我们好好来发展一下客家谐音，对，所以我们还有商品，因为我们要实际运用，对，除了看漂亮之外，实际运用，所以我们看到商品，比如说。下这个看到的是什么？它其实是我在圣诞节的时候推的姜饼人的耳环，耳环，对，就是大家去 Christmas 的时候，我觉得太棒了，还可以交换礼物。对，没错，对，这也是耳环吗？对，它有耳针，就是跟耳夹类的，小女生其实都还算蛮喜欢的。没错，把一个蛋糕戴在耳上，对，发夹，这是一个这我还蛮鸟儿个吐司，对，这还蛮畅销品，这一定很畅销的，你这里就卖给小女孩就好了。有小女孩都会在前面盯很久，真的，是的。那老师，你可以再推出一个菜包系列吗？可以，我回家马上。这是钥匙圈，对，也是因为圣诞节档期比较多，所以我就针对像马林糖类的，对，我就以它为发想。好，OK， 这个一定这个面包系列，所以这个也是耳环。这个其实有别针跟戒指，戒指，对，太棒了。所以可能我想那个先生就是看到这个对，有那个发想，是不是还可以做成磁铁之类的？可以，我也做蛮多磁铁，是不是？是。好，我觉得我们今天来研究一下，我觉得下次你要不要做那个菜包发夹？菜包发没问题，客装系列，对不对？对。我跟你说，这就是一种冲突，用亲朋友，这是一种矛盾跟冲突。大家都觉得要把猫咪戴在头上，对不对？我跟你讲，线上就做菜包，一定还是会畅销。可以。咸汤圆发夹可以，或者控肉，我觉得要做控肉发夹。对，控肉发夹，然后你咬到头那档，所以就会有一个控肉。大家不要以为控肉，我们要不要试试看？我觉得控肉会受欢迎。可以，我回家。现在台湾又这么大家这么喜欢台湾的料理，对不对？还有，我要讲一个，夜市是不是很受欢迎？对，我跟你说，你推出夜市料理、客家料理，外国人会非常爱。别下很多人这么喜欢我们的料理，真的，我觉得你就做控肉或是什么，然后我给你来买的时候就会有控肉发夹，没问题，就这样决定了。好，回去。老师还会有很多的商品市集，对吗？对，就是可能到1月份，就是2025年的时候，就是我们的市集活动啊，或者是一些商品活动，就是大家都还是可以关注粉丝团，就是知道比较详细的我会摆摊的时间点。太棒了，黑公台家熊公，我某些个手作我也不是这么熟这么灵巧，你只想要拥有这样的一个。洞悉改时间，意思走在惯性一下性上改免诉，基本上大家讲起都来不及摆摊呢，大家是走在赌改比现冲就可以买了，没错，就不用这么的心痒痒的，觉得哇要等到什么时候？好啊，今日非常是某小节来到节目地图了，大家来小改，你俩非常改期待客家内列，还有孔友夹的，是某欣赏，好，听你下来咧，你讲下来做认同咧。要將大家來到福氣來呢個民宿慶祝，還有聽日客家電視 YouTube 頻道，還有老兩個影片慶祝
分享出去本大家哦。